他去取正义来了。这都是。一般民工的啊。132我在路上过好几圈。等你的。
小心点啊，那个手机。他来了吗？来了。啊，他来了，哦，来了。还打机，手机不知道来不来了。打戏来了。我来了。我来这里。
对啊，演上不太好看。哦，那个。那用啥打？就换广角了。啊，对啊，因为这个长线，我想短点。现在几个头啊？现在几点了？长焦有长头啊？现在太多了。太小了。猪了，
好。
还有20分钟，20分钟。声音开的有点大。红色的是取多少？这个洗衣机起作用。能拿得动吗？有点重，来是帮忙了。还有20分钟，在手上跳了。对啊，飞小，它应该是一个大的。冰箱它是什么？到后期。这个小朋友有一下。收到了啊，好，不客气。应该要帮忙的，也没问题。最大的800块钱的一个，这是今天4个，3个，一共总共10个吧，8个吧。这是英国的，这是英国包的东西，它有点重。还有那个，这边还有那个东西，你放了包了。英国的那边不知道那个多久，他们都住得不远，都很近。放了包，不是，就他们两口子，是雍正和上小路。中国是8个，那天5角模一样的。拿那个一个小的，都是8倍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8倍。这3个是。那个英国用真肯定搞不动的。不客气，这是台湾的，台湾那个女士的，台湾的他们送我们3个人的，他有他老公还是丈夫，他出来不是名叫通过法名叫罗马分他有点谄媚，有点谄媚。谢谢，来你看回去。对，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他们脸怎么办？也有点重。没多远，他们就坐得很近。这个声音开太大了，开小一点也没事，下次开小一点也可以。今天真的有点还好。就是氛围太好了，因为小场地小就氛围很好啊，大家都来唱越唱越跳的。这个。一点点水。
刚才那是警察的。啊，那个警察，他那个徽章都不一样嘛，徽章都不一样。这个是协议。这用这找情侣都一样。一个人可以抱2个吧？可以抱2个。拿了包嘛？还有手机支架。就是啊，没客气。看一下我。可以抱得动吗？抱得动啊！那就走喽。今天就直播就要那个晚一点点，因为声音太大了，然后提前20分钟。这个场地太小，然后氛围好，然后声音比较大，声音太大了，好像说被投诉了。上去的话就更好，直接把路那一片的路都直接给你管了，就给你封了。咱们做那个就就算了。咱之前那边的不。你看完了没？没下雨了。啊，没下吧？没下。没下就是行了。安卓，那就成了我的。我在这边走喽，早点走了吧。好，相机关掉了。我都是好说话，那其他的今天外头有没有下？就是啊，他下毛毛雨，他也不下大。下不大。他就是下不大，说的，不然的话就是广场跳了。手机放到那个防潮效果上面。这边还好吧？这边是稍微氛围，好的氛围。你这边氛围调得很小，很好啊。你那个声音效果很好。我其实9点半就回来，9点半就差不多了。他自己就关灯了嘛，9点半。9点半自动关灯。你看，我就紧起来了，太早了。应该接投诉，他不是还有那个一记录嘛？还有可能上面打电话。他这边没得人呐，没有人那个啊。没事，我觉得境外很难这样子投诉。不晓得他那个本本他是指给别个看，知道吧？哎，登记呢？登记做了吗？做了。走往那边走了，那边。这边吗？啊。这边氛围很好，因为这个还有它音响效果很好，收声它从那个角度可以让出来，效果很好。小音唱的话，那个音质更好一点。哎，但是人家很近的，氛围好，很热闹。哎妈，这草原上关都没人管你嘞，找一个草地，刚去，马过你。注意安全哦，骑慢一点哦。骑慢一点，骑慢一点，骑慢一点，反正没多远。骑慢一点哦。好的。小心。好。感谢你啊。好，不客气。好，拜拜。他走人行道好一点点，走下面有点挤。我去看他们的活动，